盲兜。回頭不如要打聽下咯。你除講起前二嚟講，見到看二有兩個禮拜，我後節毛波嗌咗同二唱咗公園咧，佢唱公園咩個熱都唱得到，係嘛？應坤啲前官門夾隻佢食得多年啊，佢話要唔搞住啊，踢大樓啊，佢可以上門啊，講。有。係啦，個坤咩坤一定要踢大樓先上門來。啊，平半年啊？咩半年？哦，係啦，半年先啦。佢啲嘢先專業啦，他們加嘅幾樣係先至差唔多毛，我就幫你買啦。啊，就啱啱時啲，其他啲蝕骨一條咧，一條半月布嗰條啫，做唔數啱啱時啲誒，係就啦。要幫二半毛，要個後出二幫要幫二半。